歡迎收聽線上兒童廣播節目《懶瞓豬講故事》。依家成為我哋喺 Spotify、Apple Podcast 或者 YouTube 嘅月費訂閱會員，就會聽到額外開放俾會員嘅故事啦。今日要講嘅故仔係小小美食家思樂冰，作者阿粒。大家有冇飲過71入面嘅思樂冰啊？原來思樂冰嘅發明係一個美國餐廳老闆無意中發明出嚟㗎。思樂冰喺50幾年前就有㗎啦。當時有一個餐廳老闆開咗一間快餐店，入面主要係賣雪糕同窩夫。佢間鋪入邊仲有一部汽水機。佢間餐廳好多客人去食㗎。小朋友，你想食乜嘢啊？老闆，我想要3號餐香蕉朱古力窩夫。好嘅，3號。咁你飲乜嘢？我想飲可樂啊，唔該。好嘅。老闆按照客人嘅要求，叫廚房整咗一個香蕉朱古力窩夫。然後佢自己就去咗斟可樂。小朋友，如果想聽埋落去，就加入成為懶瞓豬講故事嘅月費會員計劃。你哋將會額外聽到只開放俾 Podcast 會員嘅兒童故事，故事涵蓋各種主題㗎。記得得閒就聽懶瞓豬講故事啦。